好多人問我，你係美國生活得好地地，點解突然搬嚟大灣區？我係國內，又冇親人朋友，唔覺得孤單嗎？坦白講，表面上睇，我的確冇一個轟轟烈烈嘅理由，唔係因為工作調動，唔係因為家庭，甚至唔係因為落葉歸根嘅鄉情。但如果真係要數算係大灣區嘅生活點滴，卻令我溫到咗太多留落嚟居住嘅理由。關於生活成本，唔單止係慳錢，仲係生活品質嘅飛躍，係美國同大灣區同樣嘅收入水準，換來嘅係完全唔同嘅生活質感。先講每日出行都要用到嘅，打車係美國，叫一次 Uber 就要20-30美金，係大灣區，我用手機叫車，幾蚊人民幣就能起步，10幾20蚊人民幣就能橫跨半個城區。下雨天、深夜、偏遠地點，從來唔使擔心叫唔到車，而且司機永遠客客氣氣。網購和物流方面係美國網購，等一星期係常態，退貨仲要自己列印標籤，溫地方寄，運費仲可能比商品貴。但係大灣區，如果我早上睇手機睇到一個中意嘅水杯，下單，下午就送到屋企門口，唔中意，手機上一按就可以退貨，快遞員直接上門取走，唔使填表，唔使包裝，唔使花一分錢。最令我驚嘆嘅係新鮮配送，有時候喺屋企突然想煮飯，發現屋企裏面冇蔥冇薑，攞出手機點一點，半小時內新鮮嘅蔬菜、水果、肉類就掛喺門口。夏天想食西瓜，唔使自己攞到氣喘；冬天想飲湯，配料直接配好送上門。呢種即上即得嘅便利，係同美國逛超市、自己搬貨、排隊結賬完全無法比較嘅。叫外賣就唔使講啦，凌晨2-3點突然想食碗雲吞麵，打開 APP， 半小時後熱騰騰嘅宵夜就係手上，唔係偶爾有，係日日有，24小時有。關於休閒娛樂，用一杯咖啡嘅錢換一整日嘅快樂。喺美國，週末想睇場電影，加上食餐飯，輕輕鬆鬆幾十美金；去一次健身房，月費貴得離譜；想學高爾夫、網球，會員費同場地費更係令人卻步。喺大灣區，我週末可以花10幾蚊人民幣睇場 IMAX 電影，幾十蚊人民幣同朋友食餐豐盛嘅早茶，或者去商場裡面嘅室內滑雪場體驗一下滑雪。關於住房，喺美國大城市，租房係一筆巨大嘅開銷，合租係常態。但係大灣區，尤其係2-3線嘅城市，可能只需2000元人民幣嘅租金，就能租到一個光線充足嘅現代化公寓。如果想買房，選擇就更多。從繁華市中心到宜居嘅郊區新城，總有一款適合你。關於治安，呢份安心係無價，呢個可能係最難向沒嚟過嘅人解釋嘅部分。係美國，晚上一個人出門多少會有點顧慮，但係大灣區凌晨2-3點街頭依然熱鬧，女仔單獨行返屋企唔使怕。呢種隨時隨地都能安心出門嘅感覺，慢慢滲透到生活嘅每個細節。關於醫療被誤解嘅真相，好多人問我醫療方面你放心嗎？講實話，嚟之前我都有擔心過，但真正體驗過先發現，大灣區嘅醫療服務早已超乎想象。三甲醫院嘅設備先進程度，醫生嘅專業水準完全唔輸國外，而且呢度嘅效率，預約唔使等幾個月，檢查結果當日出，攞藥直接喺醫院藥房搞掂。如果唔放心公立醫院，仲有大量高端嘅私立醫院同國際醫療中心可選，環境好似星級酒店咁，服務貼心細緻。更重要嘅係，呢度嘅醫療保險體系完善，花唔多嘅錢就能買到覆蓋全面嘅本地醫療保險，門診、住院甚至牙科都能涵蓋，生病唔再係令人焦慮嘅大事。上面提到關於衣食住行嘅核心優勢，但當你喺呢度生活耐咗，就會發現更多真正影響日常幸福感嘅細節。手機就係萬能嘅生活遙控器，喺美國辦一件事可能要跑好幾個地方，打好多個電話，等好幾日，但喺大灣區幾乎所有事情都可以喺一個手機上解決。交水電煤氣費唔使開電腦，唔使寫支票，點幾下搞掂。預約醫院掛號唔使喺電話上，等語音提示 APP 上直接揀醫生揀時間。辦簽證、查社保、繳罰單、預約、辦證服務全部線上完成。最誇張嘅係，甚至連去辦事處排隊呢件事都可以先喺你手機上攞號，睇住時間差唔多先再出門，唔使浪費幾個鐘頭坐喺凳上面發呆等。喺美國出門要帶銀包、信用卡，喺大灣區
一部手機走天下，甚至好多時候人臉一掃就俾錢啦，買條蔥、停車、繳費都唔使用現金咁麻煩。快遞唔單止係快，仲係無處不在。喺美國，如果包裹送嚟時你唔喺屋企，就可能被吊喺門口，風吹日曬，甚至被偷。喺大灣區，每個小區樓下都有快遞櫃同驛站，快遞員放入去，你返屋企時就順手攞，24小時隨時攞。寄快遞亦都係一放喺櫃裏面，手機一點，唔使等快遞員上門。仲有外賣方面，唔止係餐廳、超市、藥店、花店、寵物店，甚至便利店都可以外賣。半夜突然喉嚨痛，買藥20分鐘送到，朋友臨時嚟你屋企，點點老味加料，比自己去買仲快。出行方面有好完善嘅基礎設施，高鐵就唔使講啦，從廣州到深圳半小時，到香港唔使1小時，到廈門3-4小時，到長沙、武漢亦只係幾個小時。週末想去附近城市食餐地道小吃、爬山睇海，話走就走。呢種便利感係喺一啲地廣人稀嘅國家無法體會嘅。仲有地鐵，乾淨、便宜、覆蓋廣、班次密，夏天熱死、冬天凍死嘅時候，地鐵就係救星。而且大部分站點都有無障礙設施，推嬰兒車、拉行李箱，完全唔使擔心。社會嘅年輕感同活力係美國好多城市晚上8點後，街上就冇人，商場關門，餐廳打烊。但係大灣區晚上10點、11點，商場仲熱鬧，街上仲有人，宵夜攤前排住隊。呢種城市一直運轉嘅感覺，會令你覺得自己活係一個有活力嘅地方。新店鋪不停開張，新品牌不停出現，新玩法不停被發明，例如室內滑雪、室內衝浪、劇本殺、脫口秀、露營咖啡，永遠有新鮮事可以嘗試。有人情味嘅服務，呢一點可能見仁見智，但我個人好欣賞。喺美國，服務業係標準化嘅，店員會禮貌咁微笑問好，但只係咁樣。喺大灣區，服務可以過渡到令你驚訝。快遞員會打電話問你嘅快遞想放邊度，外賣小哥會講慢慢食，屋企嘅物業管理員會幫忙解決家居各樣嘅小問題，餐廳服務員會主動幫忙燙碗筷、加茶水等。呢種服務唔係按劇本走，而係真係解決你嘅需求嘅感覺，會令你覺得自己被當成一個人去對待，而唔只係一個交易對象。總結一下，所以你睇，當人哋問我點解從美國搬嚟大灣區，我確實講唔出一個單一嘅戲劇性嘅理由，但生活就係咁樣啦。佢唔係由一個決定構成嘅，而係由無數個日常瞬間累積而成嘅。就係喺唔使等1星期就能夠收到快遞嘅日子裏面，就係喺凌晨仲能夠食到熱飯嘅夜晚裏面，就係喺唔使擔心安全嘅散步裏面，就喺用一杯咖啡嘅錢就能夠換來一整日空閒嘅週末裏面。我慢慢發現，原來生活可以咁輕鬆、咁從容同咁有尊嚴。當然，冇一個地方係完美嘅，大灣區亦有佢嘅問題，人多、競爭激烈，天氣同空氣品質有時唔好。但對我嚟講，上面提到嘅好處加起嚟，剛好構成咗一個令我願意留喺度嘅平衡點。下次再有人問我點解從美國搬嚟，我會笑住話，我都講唔清係邊一件事，但就係每日都有好多小事令我覺得呢度好適合我。或者我冇一個必須嚟嘅理由，但我有無數個唔想走嘅原因，而呢啲恰恰係喺國外生活在內都無法體會到嘅。